咁啊呢首歌咧，我覺得喺6月15號嘅呢個時間唱就 very good 啦。冇錯。係啦 ，instead of birthday song，我哋唱呢首。0時0分。一劑食華豆，一天的人生，把做宇宙塵，忘掉每日曾遇上的人，懷內感受你睡意也吸引，光陰的餘溫，逼真的傳感，發自你每一吻，一天過後有你抱。